今仔日是父亲节，真侪囡仔拢会伫咧卡片顶头写讲5万爸爸会当结婚。民间团体就表示，即阵是一定有一寡加热婚的业者甲立委放风声讲，这加热婚若是通过就市，一年就会当增加200亿的税收，而且阁会当有100亿的癌症新药的基金。这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一定要严格审查，唔通受到立委甲业者的影响，就请讲病房，互伊赶紧就市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头一份新人结婚的指引，佮特别说明加热婚甲一般的纸婚同款有害、同款伤身体。台大家庭医学部呼吁父亲节到啊，大家会当陪爸爸去病院结婚，病院会提供结婚的药啊，给民众来帮助民众成功结婚。药物其实分2大类，一个是尼古丁的药物哈，你们常听到的口香糖啊、贴片，属于这一种。那它是直接用药物里面的尼古丁来压制你的烟瘾。那第二种方式是吃口服药，利用神经传导物质的改变来降低你的烟瘾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自过婚开始，陆续有12间的厂商申请加热婚合法审查，目前一定有4间业者送完整的资料给政府审查。民间团体指出，甚至对6过婚开始，陆续有特定人士甲业者直头鼓舞，通过有真侪好处，政府一年会当增加200亿的税收，佮当得到100亿的癌症新药基金，却无注重背后有偌济危害。到200亿的捐捐，最少会增加105万年轻人的吸烟人口，所以他不可能讲出这样的一个数字。那他比较可能的就是烟商背后的合理行销的数字。民间团体呼吁政府一定要严格审查，唔通受到立委加热婚业者的影响，就互加热婚来就市。对此，国建署强调审查结果会尊重审查委员的意见，一切拢会照定数来行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